次收款28元。28，哥再给你加点，加个鸡脚。给他什么？加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都可以。都可以，3位不好加呀，找3位看。不好加。你拿1个，你也想少加2个？没有啊。不可能，我们听那时候可能多，我们都会还给你的，你肯定是记错了。我他妈收个没收给人家多了，就看你的头单的多。这个起交支付，那个起交支付。吃什么菜？打一下行吗？那晚上哎，去先。嗨呀，吃什么？吃什么菜？嗨呀，吃什么？嗨呀，吃什么？吃什么菜？可以尝吗？